但入到呢套單位1400尺，4房2廳2衛，門口嘅位置佢都冇去安裝個鞋櫃啊。後期你可以整翻個到頂嘅鞋櫃。入門口嘅位置3段式嘅光濕分離，裏邊一睇就知道冇人使用過啦。呢間房係第一間房嚟嘅，裏邊嘅空間光線非常之 nice。嚟到呢個大橫廳設計啦，你可以望下呢啲燈嗱，業主一買翻嚟都未入住過啊，叫做燈都未換，成個大橫廳咁嘅空間。好多港人係最中意嘅。OK， 鏡頭轉過嚟呢邊咧，廚房位置腰正嘅廚房，包括埋個冰箱啊、雙門位置都足夠晒擺落去噶啦。成個望落去啊，完全未使用過痕跡嘅。呢個第一間房，你後期如果係做書房啊，或者係客房，你話封翻個牆啊，包括埋呢間第三間細房，望去一線嘅山景啊，呢啲真係叫好。嚟到你間主人房啦。入到嚟個空間套間嚟嘅，空間係足夠使用啦，可以出翻去大露台。裏邊個洗手間都係光濕分離，全部安排好晒。呢套單位而家總價78個，單價大概係6000零蚊，跟住1400尺大橫廳，一線海景，非常之稀缺嘅。有興趣嘅記得 follow Vicky 我啦，仲有記得十里銀灘呢，交通一樣好方便噶。落樓就有巴士直通蓮塘口岸啊，同埋各大口岸嘅，周邊嘅配套都係非常之完善嘅。想了解嘅記得留言俾我，跟住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最緊要乜嘢啊？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拜拜。深圳惠州筍盤日日 update，Like 同埋 Subscribe 埋 channel，一齊了解更多筍盤啦。